Oh no， 男人怎可太多，沒有機。大家好，歡迎返到 Million Hi-Fi Space。今次我哋會慢慢拆解 MC 張天賦嘅《男人怎可以》。就算你未完整聽過首歌，或者完全唔識音樂理論都唔緊要，我哋會由最基本開始。首先，今次比較嘅係同一首歌嘅兩個版本，一個係大家較熟悉嘅原版，亦即 Official Music Video 使用嘅版本，另一個係 Midnight Version。Midnight 即係深夜，所以你可以先將佢理解成一個更安靜、更貼近內心嘅重新演繹。兩個版本旋律同歌詞大致一樣，但唱法、編曲同空間感唔同。最簡單嘅比喻係，原版似一個人喺大家面前講自己冇事， Midnight Version 就似佢返到屋企看埋門之後再講同一句說話。任由淚水混和像墨水，讓秘密如此打。先講節奏，畫面上見到嘅 BPM 意思係1分鐘有幾多拍，數字高少少通常代表拍子行得快少少。原版相應段落大約每分鐘86拍， Midnight Version 大約89拍，兩者只差幾拍，所以唔係一個突然快好多嘅版本。真正明顯嘅差別係音樂點樣包住把人聲，原版嘅聲音比較闊。所謂聲音比較闊，即係你會感覺樂器分散喺左右兩邊，副歌亦會一層一層加上去，情緒好似由心入面慢慢推向觀眾。Midnight Version 嘅聲音就比較集中，低頻即係較沉較厚，身體有時會感受到震動嗰部分會更加明顯，人聲亦好似坐近咗你，於是就算佢拍子快少少，整體感覺反而更靜更私密。所以我哋唔係比較邊個版本比較高級，而係比較同一句說話。喺公開場合同深夜房間入面，點解會有兩種意思？無事發表，怎麼找人傾訴？而家先睇歌名，男人怎可以？表面上似一條問題，男人點可以咁樣？但放翻入歌曲嘅情緒，佢更加似主角對自己落命令，意思係我係男人，所以我唔應該喊，唔應該話自己受傷，亦唔應該俾其他人見到我軟弱。點解呢個分別重要？因為一個真正平靜嘅人，通常唔需要不停提醒自己平靜。相反，如果一個人反覆話我冇事，我哋反而會開始懷疑佢係咪正努力遮住一件事。歌曲入面嘅主角正正係咁，佢一路否認自己難過，每一句單獨聽都似好堅強，但當所有否認放埋一齊，就好似一份準備得太完整嘅解釋。呢首歌唔需要直接講我好痛，主角越用力話自己唔痛，觀眾就越容易聽到佢真正嘅痛。下一步我哋睇水嘅比喻，所謂比喻就係作者唔直接講一件事，而係借另一樣嘢幫你感受到佢真正想講嘅情緒。歌入面明明有眼淚，但眼淚唔可以只係眼淚，佢要同汗水、墨水呢啲形象連在一起。汗水通常令人諗起努力工作同捱過困難，所以當眼淚被解釋成汗水，主角就可以話俾自己聽，我唔係傷心，我只係太努力。墨水就令人諗起寫字、創作或者將說話寫低。當眼淚變成墨水，佢又可以將感情收埋喺工作同文字入面。重點係主角唔係冇眼淚，佢只係唔容許自己承認呢啲係眼淚，佢要先幫情緒改一個比較容易接受嘅名，先可以繼續生活。沒有記起門前一句，誰話要走不。咁佢一開頭咧，呢首歌叫《男人怎可以》啦。其實佢歌詞上面咧就寫咗好多啲係我冇，係，但其實全部都係我有嘅反話嚟嘅嚇。係啦，咁啊，然後點解會有呢一個反話嘅設定咧？咁啊，呢個係佢嘅佢對我嘅解讀啦。佢就話：咦，同你跟住落嚟，歌曲用到更重嘅形象，秘密、子彈同埋身體最深處，我哋先逐樣拆開。秘密本來係一件可以向人講出口嘅事，子彈就係會造成傷害嘅東西。當歌曲將兩者放埋一齊，意思就變成一段一直唔講出口嘅感情唔會自動消失，反而可能慢慢變成傷害。再講到骨髓，佢代表一件事已經埋得非常深，唔係放喺衫袋，亦唔係暫時收埋，而係收進身體裏面，變成自己一部分。所以表面冇爆發唔等於問題已經解決，主角只係將爆發搬入自己身體。原版將呢種痛推向外面，觀眾夠容易感受到衝突。Midnight Version 減少咗向外爆發嘅感覺，就令我哋更集中聽到呢個人其實一直同自己困喺同一個秘密入面。歌曲後段出現堡壘，
堡壘即係用嚟防守嘅高牆，目的係阻止危險入嚟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建立堡壘係好事，因為主角終於識得保護自己。但堡壘有另一面，外面嘅人入唔到嚟，入面嘅人亦未必出得去。放翻入感情入面，就係主角為咗避免再次受傷，決定乜都自己承受。短時間內呢種做法可能令佢覺得安全，但時間耐咗，連真正想幫佢嘅人都接近唔到佢。所以歌曲唔係簡單話堅強係錯，佢問嘅係如果堅強代表永遠唔准自己求助，代價會唔會太大？當主角最後再肯定自己做得啱，聽落未必似勝利，反而似佢要再講一次先可以勉強相信自己。我沒有。而家我哋集中聽原版，原版最大特色係動態比較明顯。動態唔係指畫面喐唔喐，而係音樂由細聲到大聲，由簡單到豐富嘅變化。當副歌到來，樂器增加，人聲亦會向前推，情緒就好似由心入面衝向外面。Official music video 再加入人物、場景同故事，觀眾唔止係聽一個人唱，仲會見到佢喺現實世界點樣維持自己嘅角色。所以原版帶俾人嘅感覺係主角仍然站喺其他人面前，佢想保持完整，想令人相信自己撐得住。但音樂每次變大，就好似佢嘅防線再薄一層。簡單講，原版唔係單純更悲傷，而係更有公開表演嘅張力。佢一邊話自己冇事，一邊又讓全世界睇到自己快要撐唔住。部分啦，特別係假音嘅部分啦，其實好難要，即係好難去定究竟要真音定假音嘅。同埋咁啱，我冇記錯嗰期我嘅聲音狀態又係有啲差㗎，咁所以就都錄咗一段時間嘅，又擺咗一陣，跟住又再錄過嘅，咁啊可能就中間嗰啲位有啲歷練之後就又唱得。再聽 Midnight Version 呢個版本，將聲音拉近，低頻加厚，樂器之間嘅距離亦感覺比較細。你可以想像同一個人由一個大舞台轉去一間燈光好暗嘅細房，佢唔再需要向遠處嘅觀眾唱，所以每一個呼吸、每一句否認都會顯得更加清楚。呢種做法令歌曲由公開表演變成私人自白。自白即係一個人終於向自己承認一直收埋嘅感受，但有趣嘅係主角仍然話自己冇事。正因為四周安靜，呢句說話反而更難令人相信。如果原版係一個人喺大雨入面繼續向前行， Midnight Version 就係佢返到屋企關上門，先發現自己件衫一早已經濕透。雨冇變，真正改變嘅係而家冇其他人睇住佢。而家可以將所有線索放埋一齊。男人怎可以表面講一個男人唔准自己喊？更深一層，佢其實講緊，當一個人相信自己冇資格脆弱，佢要用幾多方法收埋真正感受。眼淚被改名做汗水同墨水，秘密被想象成可以傷人嘅東西，傷口被埋入身體，最後再用堡壘將自己包圍。呢啲唔係6個互不相干嘅畫面，而係同一個動作嘅6個階段，將脆弱收得越來越深。原版令人見到呢道防線點樣喺其他人面前慢慢裂開， Midnight Version 就令人聽到當所有人離開之後，防線後面仲剩低啲乜。所以兩個版本冇邊個取代邊個。原版係人前嘅堅持， Midnight Version 係人後嘅誠實，放埋一齊先完整回答歌名入面嗰條問題。你比較喜歡邊一個版本？又或者聽完今次分析之後，你對男人怎可以呢句說話有冇新理解？留言話我知。呢度係 Million Hi-Fi Space， 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但重拾更好，我男人怎可以任由淚水，盡頭是淚水，就單槍匹馬練成絕抗，駐守堡壘，只不過是你，就當大雨般逝去，要失去的我不勉強就失去。男人怎可以任由淚水，盡頭是淚水，讓秘密如此打埋進心裏，收好脆弱一面，仍然相信我做